天，我们基于真实恶意的原则，收集大量的资料之后，经过筛选，我们只谨慎地提出符合法律构成要件的这些案件。那么接下来，我们由郭一婷律师跟郭琼如律师分别为大家简单的摘要说明今天提到的摘要。所以你们没有筛选的代表不是真的吗？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没有筛选是真的，筛选接下来请郭一婷律师帮我们说明今天主要有就是面代的主持人韩佑琪，标的的言论是针对他在今年6月、7月的时候，在节目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就是韩国瑜过去的不实的指控。那以上的内容是针对就是说早先就提到的韩国瑜小三王小姐的部分，还有就是提到说李嘉芬是不是干预了高雄市政府的人事安排，乃至于就是说最近的人社旁边。韩国瑜夫妇是不是在农舍旁边还有移动，就是好像一个最主要的标的言论就是支持这些。陈记刚刚就是所提到的话，外界也会质疑说，有委托人他这一次提到的到底确切目的是什么？那其实委托人提起这个刑事诉讼的初衷，是想要探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身为一个是公众的人物，那面对这样子就是明显不实，那又未经查证的恶意攻击，那如果说他都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所赋予他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权利的话，那如何去说服社会大众，如何去说服人民，这一场选举是透过一个法治的正当性所进行，那他所选举的结果是具有民主正当性的。那在进一步的讨论来讲，确实公众人物乃至于一个总统候选人，他需要一个更高规格、更严格的检验。那我想这个是告诉了夫妻，就是李嘉芬以及韩国瑜他们夫妻俩所深知的。只是我们可能必须要再去深思的是，这一个命题在论述上是不是没有底线？面对于明显的不实的指控，那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被放大解释之下，他的人格权、他的名誉权，难道就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吗？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去指涉，那或者说是滥诉，甚至其实我们也深知，在客观上无法达到的言论自由，这是非常适当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要对于这样的行为予以谴责。那另外我们知道说，韩市长他有提到的，就是他不管是这一波在星期一就对于光晴姐做一波提告，我们发现说他这样提告其实也是乱了司法，一下在台北，一下在云林，一下在高雄，就等于是说他让整个不管是媒体记者朋友还是司法人员疲于奔命，就为了他们任意的兴讼。这不是一个总统竞选人的高度，更不是身为高雄市长该做的事。他应该把他的心思放在市政建设上，而不是放在动不动去对人民做思想的检查。这是我今天的诉求。